緒病已經成為常見嘅都市病，患者可能會覺得人生被黑暗籠罩。陳文偉 Derek 曾經因為情緒病而跌落去人生嘅深谷，喺佢最無助嘅時候，神並冇放棄佢。Derek 喺2011年確診，同時患上抑鬱症同強迫症，佢非常痛苦。後來佢爸爸突然之間過身，更加將苦苦掙扎嘅佢打入深淵。冇幾耐，輪到感情深厚嘅二姐離世。二姐因為耶穌俾佢嘅平安，由抗癌到生命嘅最後一刻，都帶住感恩同對永生嘅盼望，令 Derek 醒覺原來神賜下能夠勝過一切患難嘅信心，係比醫治更強大嘅力量。佢決定鼓起勇氣公開剖白心路歷程，用佢自身嘅見證同埋歌聲鼓勵同祝福更多人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